有医生即马伫面册顶头发表文章，讲最近感冒的人真多，一天就验到流感、腺病毒等等有6种病毒，所以嘛呼吁民众，总共有出现发烧、感冒的症头，一定要去医生看，经去体检。疾管署即马嘛提醒讲，最近流感的疫情，那就像有淡薄仔压悬。若公费流感预防车后个月要开始注射，下注建议民众，政府是建议拢爱去做。 最近天气热也温差大，各种病毒一直出现。诊所早拄开门，就人踢甜，候诊区全部客满，不少家长带破病囡仔来给医生看。他早上起来就说喉咙不舒服，然后就是感觉他病恹恹的。医师表示，虽然连解封国家免疫负债这因素，最近无论大人还是囡仔发烧的人愈来愈多。小儿科医师陈信宏进前伫面册分享，单日看病验出6种病毒，包括流感、腺病毒、新冠肺炎、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等，提醒民众若是出现发烧症头，一定要赶紧体检就医治疗。因为疫情3、4年的免疫负债的问题，导致于现在目前大家没有勤洗手，个人的社交距离也没有保持这么好的状况之下，这些流行病都不断的在出现。根据我们实验室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监测，那最主要的还是以流感病毒为主。 那次要的是呼吸道的一个融合病毒。疾管署表示，流感已经进入流行期，而且疫情也持续在增加。顶礼拜新增加44例流感并发重症，其中38例无注过疫苗。今年公费流感疫苗要伫10月开始注，呼吁符合资格民众爱赶紧注流感疫苗最好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